的地下室一看过，唔但全部拢积水味真臭，而且阁有虫咧飞，卫生互人真烦恼。互人唔敢相信的是，这已经淹水30年。对啊，它就一直淹，我就很害怕啊。咱即摆有看到水源，即摆就是淹到遮嘛。 水内阁有饲鱼啊，因为诸好烦恼会引起天高热来求助公部门。不过上尾啊，敢若等到卫生局建议饲鱼啊来食水厝。我们很担心是地面上的钢筋承受力不足。 这栋故宫牛有45年的历史，是全国上大里高雄左营福山里，总共有148户住户。因为伤久，加上长期浸伫水内，民众烦恼发生大地当厝的放弃。一个我怕漏电的问题，第二个我怕下线的问题。目前居民搁一摆请公务局协助，公务局说讲，因为厝是私人的财产，公部门无法度介入。所以我们会建议民众要赶快成立管委会之后，然后呢去找专业的人士来做一个鉴定的动作。公务局回应的辅导住户赶紧成立管委会，不过居民感觉厝都敢若是伫地下顶，即马居民敢若望，不管是经济或者是辅导，拢会当赶紧解决，避免未来有不可预知的灾难发生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